情况没有啊？情况没有，没情况。公家这些，你能把你的账给我看看？我账还你没在那，有账，我账还在那边呢。人家请工人不干活，你搁那边不找事了。我主要就是，他抽大几了。17000你觉得多吗？这还不及我当年10几岁的时候做。那不行啊！哦，只有俺那很大，俺想大到是挺俺都不在。会报警啊，打像那样的。这家给你做到这样的地步了，你还让他允许，还允许？那里面暴力，说实话，我只能讲给你听，就没有在里面经历过的，真的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样的。那我明年都可能来不了这里了。